每日聖言分享。復活期第3週星期3，恭讀聖若望福音。那時耶穌回答群眾說：我就是生命的食糧，到我這裏來的永不會飢餓，信從我的總不會渴。但是我向你們說過，你們看見了我，仍然不信。凡父交給我的，必到我這裏來；而到我這裏來的，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。因為我從天降下，不是為執行我的旨意，而是為執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。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就是，凡他交給我的，叫我連一個也不失掉，而且在末日還要使他復活。因為這是我父的旨意。凡看見子並信從子的，必獲得永生，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。上主的話。琴日我哋都聽到耶穌自己話：我就係生命嘅食糧，到我呢度嚟嘅永遠都唔會飢餓，信從我嘅就唔會頸渴。但係我哋點樣能夠相信你啊？耶穌話呢個係天父嘅旨意嚟嘅。如果你哋肯謙虛咁樣，就算你唔明白，仍然都相信嘅說話咧，咁樣你哋就係承行天嘅旨意啦。好似派遣我嚟嘅旨意就係叫凡係我交俾我嘅每一個人，連一個都唔會失落，而且到末日我要使到佢哋復活。佢話因為呢個就係我父嘅旨意，凡係睇見子如信從子嘅，就一定得到永生，並且在末日我要使到佢復活。喺呢度咧，主耶穌同我哋講，佢講嘅道理好難明嘅，就因為難明，所以要我哋相信。我哋做唔到嘅嘢，佢係天主，佢可以做，就靠住咁樣嘅信德，我哋就會見到奇蹟嘅出現。事實上，我哋睇到耶穌所做嘅，無論佢顯行咁多嘅奇蹟或者同個撒瑪利亞人個交談，佢根本冇水桶冇嘢，點樣攞水咧？等等呢啲一切咧都好似空談嚟嘅。但係佢講嘅說話有佢嘅用意，而且係真實嘅意義，唔係就咁好似抽象嘅。但係耶穌講嘅呢個係真實嘅，佢真係會養育我哋，真係會使到我哋嘅生命能夠改變嘅。而事實上，我哋睇見有好多聖人聖女，佢哋因為領聖體，相信聖體裏邊嘅耶穌，所以佢哋日夜有即係留喺聖體櫃裏邊求主耶穌，而主耶穌就幫到佢哋，使到佢哋能夠改變自己，改變呢個世界。包括我哋睇到好多啲苦修女、苦修士，佢哋日夜留喺苦修院裏邊，就喺聖體櫃面前去祈禱，為世界嘅得救嚟到祈禱，或者佢哋所做嘅工作比較一個傳教士，比較任何人做得更加多。所以各位主內兄弟姊妹，讓我哋都祈求上主賞賜俾我哋咁樣嘅信德。